你會發現有啲人工資本身唔高，但屋企總係可以儲到啲錢，日子亦都過得越來越順。另外一啲人呢，搏命加班，日日忙到半夜，錢就好似流水一樣留唔住。好多人總覺得發財要靠大運氣，要花大錢請啲所謂嘅風水大師返屋企指點一番，其實根本唔使咁麻煩。真正嘅致富秘訣，經常就藏喺啲最唔起眼嘅生活細節入邊。有啲人家一入門就令人覺得舒服，空氣順暢，心入面亦都好安靜。但有啲人家門口堆滿鞋同紙箱，又暗又亂，人啱啱行入去就覺得壓抑。唔好睇小呢一點，門口喺風水入邊叫做氣口，即係一家人財氣出入嘅門道，氣由呢度入嚟，運亦都順住呢度走。一個屋企嘅財運旺唔旺，好多時候就藏喺門口嗰幾步路入邊。其實老一輩一早提醒過，門口如果亂咗，財氣就好難入嚟。好多時候唔係你唔努力，而係你每日一開門就將好運氣擋喺外面。尤其而家呢個時代，好多人日日叫窮，話錢難賺，機會少。但係真正識門道嘅人，一早悄悄咁調整緊屋企嘅氣場啦。因為財運呢啲嘢睇唔見，亦都摸唔住，但係佢偏偏最中意乾淨明亮、有生氣嘅地方。你淨係要將門口呢三樣嘢擺啱位置，唔使請大師，亦都唔使花大錢，都可以慢慢將屋企嘅運勢拉翻上嚟。只要你將佢哋個位擺正，咁就等於幫財神爺收爐，讓嗰潑天富貴順住門口直接轉入你屋企。第一樣嘢，鞋櫃，即係你屋企嘅臉面，同時亦都係財氣嘅過濾器。你平時放工翻屋企，係咪攰到喺門口一攤，鞋隨手一踢，甚至成幾日都唔去執拾嗰堆亂七八糟嘅鞋架？你要明白，大門係全家氣流進入嘅唯一通道，呢就好似一個人把口一樣。如果一個人把口周圍全係污垢同垃圾，你覺得佢食落去嘅嘢會好味嗎？財神爺都係中意乾淨嘅，佢老人家行到你門口，一見全係臭鞋同厚灰塵，即刻掉頭就去隔籬鄰居屋企啦。老一輩成日講一句話：鞋亂家不旺。好多家庭越住越壓抑，唔係因為屋企唔好，而係門口嘅邪氣太重。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，啲真正乾淨又旺運嘅人家，鞋櫃永遠整整齊齊，唔會一入門就滿地鞋，更加唔會鞋味沖天。如果一開門先見到亂鞋，財氣自然繞路走。尤其而家好多年輕人工作壓力大，返屋企唔想執拾，鞋堆喺門口睇似方便，實際上就喺度慢慢消耗屋企嘅氣場。鞋喺傳統入邊有一個講法叫搭氣之物，因為佢每日踩住唔同地方，接觸各種環境，本身就容易帶埋雜氣，所以鞋櫃同鞋架一定唔可以亂擺。第一點，鞋櫃最好靠邊，唔好正對大門。好多家庭一開門第一眼就係鞋櫃，咁樣會形成一種賭氣，財氣入門之後冇緩衝，容易被直接擋住。尤其又高又大嘅鞋櫃，更加容易帶來壓迫感。最好嘅位置係擺喺門口側邊，咁樣既方便換鞋，又唔會擋住氣流，屋企嘅氣先可以順暢，人住得亦都舒服。鞋櫃入面千祈唔好太亂，有啲家庭個鞋櫃一打開，舊鞋爛鞋堆滿，幾年唔着嘅鞋都唔捨得掉，耐咗不但容易有異味，仲會積聚死氣。好多人最近總覺得賺錢難，做事唔順，其實就係因為屋企雜氣太重，尤其門口係最容易藏污納垢嘅地方。真正旺財嘅人一定會定期整理鞋櫃，可以着嘅留低，唔可以着嘅果斷處理掉。鞋少而精，比堆滿一大櫃更容易聚福。仲有一點特別關鍵，鞋櫃唔可以太高。好多人為咗收納方便，直接做到頂，但喺傳統講法入邊，鞋櫃屬於俗氣之物，太高容易壓運，尤其高度高過人嘅肩膀，會令人長期覺得壓抑。最好嘅鞋櫃高度大約喺腰部或者胸口以下，
因為鞋本身就帶住外面嘅灰氣，如果完全敞開就容易讓雜氣擴散。尤其夏天一入門，鞋味好重，成個人情緒都會被影響，所以帶櫃門嘅鞋櫃會更容易聚氣，亦都可以讓屋企睇落去更加乾淨。鞋架都係一樣，好多出租屋或者小戶型中意用開放式鞋架，咁就一定要保持整潔，鞋尖唔好亂朝外。因為鞋尖外衝喺傳統入邊有沖氣嘅講法，容易影響家庭和氣。最好嘅方式就係將鞋尖向內整齊排列，咁樣一嚟門口睇落去舒服，氣場亦都和順，財氣先至願意留低。第二樣嘢，門口綠植係生財嘅生機，唔好養到殘殘地。好多人中意喺門口擺幾盆綠植，話係可以旺宅。但係好多人就係貪新鮮，擺咗之後就唔理，葉黃咗一半，泥土發霉，都仲唔捨得換，咁樣不但唔會聚財，反而容易帶來衰氣。風水最忌死氣，植物一旦發黃枯爛，就代表衰敗。好多人最近總覺得賺錢困難，做咩都卡，其實就係屋企死氣太重，尤其門口一開門就見到枯葉，嗰種氣場會直接影響人嘅心情。所以想接財氣，門口一定要有生機。植物越精神，屋企嘅氣越旺。仲有一點特別關鍵，綠植嘅位置唔可以亂擺。好多人中意將大棵植物正對大門，咁樣其實容易擋氣。最好嘅位置係擺喺門嘅側邊，左邊尤其適合擺綠植，因為傳統入邊講左青龍右白虎，左邊有生氣，更容易帶動成個屋企嘅運勢。但係都唔好擺大刺嘅植物，好似仙人掌、仙人球，雖然好養，但長期擺喺門口容易形成尖衝。尤其家庭關係本來就緊張嘅人，更加唔好亂擺，因為尖刺太多會讓氣場變得緊繃。最適合屋企嘅仲係葉片圓潤柔和嘅植物，睇落去舒服，氣場亦都柔和。仲有好多人唔知，植物其實最能夠反映一個屋企嘅能量。屋企氣場好，植物會越生越旺。屋企長期壓抑，植物亦都容易出問題。所以好多時候養植物都係喺養自己嘅狀態，該修剪就修剪，該換就換，唔好讓死氣一直留喺屋企。記住一句話，財氣最中意有生命力嘅地方。一個乾淨明亮有綠色生機嘅屋企，運氣一定唔會太差。第三樣嘢，地墊係最容易被忽略嘅一樣。好多人覺得地墊只係擦鞋用嘅，其實喺老一輩眼中，門口嘅地墊就好似一道過濾網，外面嘅俗氣、晦氣都會先落喺呢度。如果地墊髒亂破舊，就等於將壞氣一直留喺門口。尤其有啲家庭地墊用咗好幾年，邊角捲埋，顏色發黑，都仲唔捨得換，咁樣最容易影響財氣。如果長期唔清理，就好似將髒氣一直留喺屋企門口。尤其落雨天之後，更加要及時晾乾。濕氣喺傳統入邊都屬於陰氣嘅一種，門口長期潮濕，人住耐咗容易情緒低落，做事冇精神。真正旺運嘅家庭，地墊一定係整潔嘅。仲有一點特別重要，地墊嘅顏色都會影響成個屋企嘅感覺。好多人為咗內壯，中意買深灰色、黑色嘅地墊，但係如果顏色太沉，再加上長期唔洗，門口會越來越壓抑。想讓屋企旺啲，可以適當用暖色系，比如紅色、卡色、金色、棕色，呢啲顏色會讓門口顯得更加溫暖，亦都更容易聚陽氣。尤其紅色喺傳統入邊本來就有喜氣同旺氣嘅象徵。點解好多做生意嘅人門口中意放紅色地墊？因為紅色可以提升氣場，讓成個空間更加有活力。但係都唔係越鮮艷越好，重點係舒服、乾淨、有溫度。有啲人為咁貪平，買特別薄、特別細嘅地墊，結果踩2日就捲邊，睇落去亂晒龍。其實地墊太細。喺傳統入邊，仲有一個講法叫接不住財，因為門口係納氣口。
如果地墊過少，就好似入口太窄，好氣容易漏走。所以地墊最好大小合適，貼地穩陣。所以唔好睇小腳下呢一塊細細嘅地墊，佢唔只係擋灰，仲好似一個屋企嘅運氣緩衝區。地墊乾淨，財氣先願意入門；地墊整潔，福氣先容易留低。尤其最近覺得唔順嘅人，更加要快啲睇下自己屋企嘅門口係咪太亂咗，係咪太暗咗，係咪堆滿冇用嘅嘢。好多破財其實就係因為氣被堵住咗。由今日開始，將門口掃一掃，將壞燈換咗，將枯葉清理乾淨，再放一盆精神嘅綠植，你會發現人一舒服，運氣就開始喐動啦。老話講得好，財不進莊門，福不潤族人。一個屋企嘅門口就係一家人嘅運勢入口，你越重視佢，財富越容易靠近你。所以唔好成日抱怨自己冇機會，好多時候機會一早到咗門口，只係你屋企嘅財門一直冇打開。如果你都希望今年財運越來越旺，記得先將屋企門口整理好，好多好運就係由呢一刻開始悄悄改變嘅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你屋企門口而家擺咗啲咩？有冇邊一樣一直被你忽略咗？亦都唔好忘記訂閱阿叔嘅頻道。每日帶你了解更多生活入邊嘅黃雲小智慧，祝你接財接福，越來越富。